為互噴會當循環，擱再利用，中央甲地方是投入1300多萬，佇雲林的西螺起一座噴的處理廠，今仔啟用咯。西螺公所嘛表示講，即馬一工會當來處理15噸的噴，會優先來處理家庭甲學校的噴。西螺清潔隊員將各個菜青噴加入抽水機，佮透過金屬珠選、纖維牽鎖等等的步，開不到10分鐘，就會當將這個青噴資源化。後端佮送予南馬噴場做成肥料，對我們的整個環境的一個處理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忙。那我們這一套先進的一個廚餘機的一個脫水系統呢，它每一天最高可以達到15噸，那它的含水率呢，也可以有效的降低到70%以下。西螺鎮公所表示，為着要配合政府殺青噴資源再利用，公所透過中央佮地方共同摕1362萬的經費設青噴處理場，目前會先處理人家厝、學校機關的青噴為主，未來會向回收學來合作的農場的廢棄果子青菜，避免有人烏白拼日大白。然後如果有餘量的話呢，咱未來呢，嘛來甲環保局來跟大概協調一下，大概商量一下，詢問一下說，大概未來的這個有餘量再來收一般的這個民間的，比如說合作社啦，還是說農場啦，避免造成說我們大排的這個葉菜亂倒。西螺鎮公所表示，青噴透過這套系統處理，會當減少歹片的味，將青噴資源化。加上西螺鎮是全國主要的菜色果子生產地，過去有真濟無愛的果子青菜無所在通處理，烏白倒。未來會建議相關的配合辦法，回收廢棄青噴，減少大排污染的亂象。記者綜合報道。